恭喜大位爺！你啦，今日乃是我五女兒現職於歸之日，亦即是李參軍入罪之時啊！所以召集各位此世歸來，共聚倫常之喜，相言道禮不可廢啊！係在我曾命你去花樓向十郎遞上詩篇，咁你可曾辦妥啊？經已辦妥。人事，這詩篇我萬萬不能接受啊！嘿，十郎啊！詩禮樂為個一聲傳，喜堂話有啊，黃金明好白雲英呢，紅少年人來錯嘅花足嘅姐，婚嫁雖多，父母前苦成人，能指點師生難背，成人言不妨於草，應在遠。當日緣何九合，並頭連，你可曾當呢強？你為娘親呢言，我此乃罪差人意，甚差亂，帝父根嘅心難斬斷。為參情重抑或我情願，我自有功勳，仇人難免。仇因難卻，幹子血最東撞啊！我非所願，咁交杯酒呢？酒難填。阿小玉佢略言遭評選，十路相花開偷還。哇！民間重建飯堂先，茫茫奏上暗連結。雍世如何從真來？夫婦得開鳳凰面。非非無用動怒，待女兒參軍奉茶就是。灑水吧！姑爺請。皇后哥哥，我的小姐報門啊！報上名來。請報說洛陽郡主博王女七品漁人狀元妻博小玉登門叩見啊！姑娘請稍待。間飯呢？啟稟爺爺，門外有個女子報門。哪一個女子報門？報洛陽郡主博王女七品漁人狀元妻博小玉拜門求見。
莫小玉竟敢找上门嚟嘛！好，就成十王不在，將煙花除見啊！我要將佢活打死，以泄我先頭之恨啊！冤啊冤！是間霍小玉，他相當中道，你的劍亦要打，奸人也要打，將他打呀！我點在將此女子傳上堂來？知道。看着，是。此女子說道，是霍王之女，是狀元之妻啊！他怎樣打扮？回稟爺爺，霍家女接部門之事，頭戴白把冠，身穿紫繡袍。上朝廷有例，不能夠棒打身穿紫繡之人。霍小玉至少淪落風塵，未動朝規啊！到底他受何人主事啦？王子，在出外復答，說到爺爺都不下見客嘅，我立即吩咐莫氏就出鸞鳳和鳴一曲。但凡女子啊，佢心胸必然狹窄嘅，聞聽此曲，哪有過門不入之理呢？佢若入門時，我落他一個闖直嘅罪名，先徇其冠，後棄其袍，也是一般，要佢死在無情棚是啊！去吧，知道。哎呀，真是堂前用那個做學府，十路靈演力亞來田。人來，把參軍加吧。本生我已入部多時，尚未見有回報氣咯。爺爺有女於歸之日，你參加入罪成龍之事，皇賊早已收回，爺爺再不見客。
竟話國王有女啊！我再是點如長安姻緣冊啊！未見話狀元有妻啊！你啊，不過是聖葉坊一名過妓啫！你今日創職嘅罪名，難逃赦免！太尉王大人，國王之女不在於族譜，而在於天道人心。離國之君不至於姻緣冊而主三生石上。到底我霍小玉是狀元親都還是章台漏？你又何必擔於姻緣寶冊呢？要我問問堂中，我一為你狀元。人事，我哋有3隻烏斯蘭盟心之句為證，小玉你俾佢睇下啦。太尉大人，若不然兒女私情有污清鑑，此為盟心之句，情同日月。勾難狗合事啊！老夫不屑觀看。你益啊你耶！我言你不愛娶瓊枝，偏偏要亂設病湖個名字。太尉大人，你為山台得龍望重，似不應將這卑賤之言往雞婦道人家噃。想霍小玉雖是落拓寒利，但我早具捨命殉情之心，我亦知道同一而終之意。想太尉千金，自多詩書報讀，令不聞被落得亦真夫你為民父母，佢話佢要此世龍權。你既要爭回十落，老夫要先奏上金鑾，然後發長還你。人事，我利益死何足惜呢？你誣蔑我已成反唐之罪，但求你把我親娘赦免啫。十郎啊十郎，老夫有包庇心，但因無成全之意啊！你想你娘親榮華富貴，就抑或想逐刀頭之位？你問一問呢位霍小玉，因為佢有生殺之血。願為三生。
夜駕臨，必即有失遠迎，望其恕罪。罷了。盧太尉啊，街前攜有一男一女，究是何等樣人啊？這未說成名，識問朝廷律例，如有一人竟在關外催台，提有犯事，試問該當何罪啊？論罪當誅九族，好過當誅九族。啟稟四王爺，街前下跪，就是提先發堂啫。參軍禮。卻有來，虛凡進門之時嘅，堂後官聲聲言道，說到太尉今日有累於歸之時，就是參軍利益成龍之日。太尉，你既知參軍有誅明九族之罪，因親機亦受株連之列啊，為何以女妻之啊？老太尉，本凡對於律例都不甚明瞭，今日特此過門請教。老太尉，試問有一官員，此世欺壓財奴，強人棄糟糠，重分配，更逼一老秀才為媒，從奸人命，論國法，又該當何罪啊？罪該切職。好一個罪該切職嘅！老太尉，本凡道聽途說嘅，聞得有一個豪孫老秀才被你逼作淫媒，才有使於你亂拍之下，可有此事？四王爺，卑職為列三堂，並無不犯。試問此事有何憑據啊？證人在此。快整一嚟！四王爺，老太尉強迫故友為媒，將崔允明亂棒打死虎堂之中，草草埋屍，乃是肯親眼所見啊！好啊！黐咗！四王爺，太尉不過棄糟糠重分配，今以崔台感恩舉報你呢種。行死嚟！崔野君，平一餐歸回入雪合，只差一員，玉女陰琴，父子燕，白髮的橫碎，伴彩一亂，人為在花燭節，有四目左右，待等婚禮完成，把太尉押返朝廷，祈求捐還花落。睇睇四王爺，博老夫人帶到。小玉，